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琪。小邓老师，今天我们摄影棚传来这音乐好好听哦，感觉好温馨呢。系哟，今本日好好自家天使好演节目啊，我哋爱来老观众朋友介绍客家流行歌曲哦。客家的流行歌曲，我印象中呢比较熟悉的客语流行歌曲，像是《C 妹俺讲》啊，还有《客家本色》等等。那我们节目单元呢，也曾经介绍过《后生爱打拼》这些歌曲。冇错哦，看来你嘅小琴主播啊，对你客家音乐嘅文化真經越來越專業，也越來越內行咯。小邓老師，今天我們好客之家電視學院節目要和觀眾朋友們介紹哪一首客家流行歌曲呢？所以啊，我行咧，真感謝你台南市政府民措事務委員會委託你台南地區松子城有線電視台來直播好客自家天使好演嘅單元節目，本藝老小晴亮撒大禮拜三有機會坐到呀老大家介紹客家多元客家嘅文化。的確是啊，小鄧老師介紹過的歌曲哦，無論是傳統的老山歌、小調歌曲、客語流行歌曲等等，都好好聽哦。同時，為了製作節目順利及版權和製作費的關係哦，這些歌曲幾乎都是老師自己唱的哦。什麼哦？按樣講啊，我就會當排泄哦。當然啦，做客家文化嘅推廣嘅工作啊，本來就要有一啲嘅使命感、老昂昂嘅精神。今本日我來老大家介紹客家流行嘅歌曲，記得你嘅節目嘅單元。是介紹過客家作詞作曲家林志賢先生，今本日我介紹藝術歌曲，同樣咪係林志賢先生嘅作品。客家作詞作曲家林子淵先生呢寫過《歲妹俺講》哦。林志賢先生啊，佢本名就叫做林庭雲啊，佢係苗栗頭份嘅客家人啊，1956年嚟出世，從短短22年嘅創作生涯當中，佢寫過將近有300首嘅國語老好老歌曲，還也寫過800首嘅客家歌曲。哇，聽老師這麼介紹，客家人才真的好多，好有才華，真讓人敬佩啊！林志賢先生啊，佢做完了後呢，佢就正式投入作詞作曲嘅工作，從1989年時間嚟完成第一張客家專輯《歲妹俺講》，也由於藝術《歲妹俺講》嘅成功，帶俾林志賢先生當大家信心。佢也呢堅強認真來往客家歌曲創作方面來達標，天不從名言啊！從1993年林志賢先生因為製作《做給男人愛有之喜》專輯，帶來茶貨歌聲，實在係你客家歌曲創作權當大嘅損失。那今天呢，我們節目單元介紹這首客家流行歌曲，據說也是很受歡迎的歌曲哦。今本日我來介紹嘅藝術客家流行歌曲，係親情嘅歌曲《一兩胖先生》。記得從民國94年從台南市的圖書館上課時間呢，19個藝術歌曲啊，有一個學員啊，衝動就叫出來哦，來這個歌詞係安樣哦。秋風吹起熱참冷，阿妹寄來一兩胖先生，交代我身體愛補充，天寒時節愛做家底衫。從愛識頭路已經有3年，時常會想起阿妹嘅思念，錫自己心肝，終身唔敢忘。愛為什麼？愛為打拼，不負你期望。天氣참寒，身着胖先衫，悄悄春風吹入愛心肝。世界。
向自己心改，众生